我哋一生嘅年日係70歲，若係強壯可到80歲，但其中所矜誇嘅不過係勞苦愁煩，轉眼成空，我哋便如飛而去。最近見到你哋兩個都愁眉苦面，好似好唔開心咁樣，有咩事啊？我呢排自己都好多嘢煩啊，又擔心仔女嗰啲工作前途問題啦，咁又擔心自己父母嘅身體健康啦，同埋呢排同啲親戚咧有好多親情之間嘅互相矛盾，真係解決唔到。我都係啦，每日空白無聊啊，人生都唔知覺得有咩意義，總唔知好煩啦。咁我都好明白嘅，人生勞苦愁煩，心結難解。朋友，如果你心有千千結，或者係人生空白無聊，女底亞姊妹團契願意為你解開心結，誠意咁邀請你參加我哋嘅女底亞佈道會結伴同行，約實你10月16日星期四早上10時正，內容有信息、詩歌、見證、讚美操，會後有精美茶點。誠意邀請你參加女底亞姊妹團契佈道會結伴同行。